我刚才一直看你不顺眼，还没发话呢，你居然敢先冲我发起飙来了？谁地外生物？谁乱七八糟啊？擦擦。妈啊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啊？还跟以前一样，清纯无敌，美丽动人。行了，你那小嘴还那么甜，就听你这话，我3年别吃糖了我。哎，你这叫什么 play？cosplay 啊 ，cosplay。你能不能？你这太男性化了，下回能不能 cos 一个女性化点啊？行，我下次 cos 一女的。妈，我能跟你商量一事儿吗？什么事儿？我不想叫你二妈了，叫你文姨行吗？什么意思你？不想当我闺女啦？不想让我当你妈啦？哎呀，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只是不想，只当你闺女，我想当你儿媳妇儿。这是我这次来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排除万难，勇往直前的必须成为宠物的女朋友和未来的老婆。你是不是早就动这心思了你？要不然我和你爸爸离婚的时候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出来干涉呀你？知我者，未来婆婆也。行了，你们俩的事儿我可不管。嗨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鱼今儿做的有点，都让琪琪给闹了。哎，我不是这水平，下回我做回好的。不错呀，啊，文楠，你们来不来？不来我们先吃了啊。哎，来了，哎，看看我闺女漂亮吗？卸了妆好看多了。我一般都真人不露相。对。哎呦，三妈，您可别夸他什么，他可什么都信。去那边点儿，我要坐你跟文姨中间。哎，你怎么改口叫文姨了呀？你自己琢磨吧。呀，干烧鱼，我不客气啦，我先吃了啊。快吃快吃。宠物，你宝刀未老啊！怎么用词儿了你？这是夸是骂呀？宠物啊，这是他跟他爸一块儿给楚木起的外号。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叫楚木叫秃噜了，叫成宠物了。结果啊，我立刻发现这名太适合他了，我跟小老头就当机立断的给他改了这名。宠物，你也很喜欢吧？是我喜欢死了。你知道他说的小老头是谁吗？就是他爸，他管他爸叫小老头。哎，那你当你爸面也这么叫吗？对啊，小老头每次听我这么叫他，脸就绿了。不过没办法，谁让他只能装嫩呢？还让我跟文姨楚木分开了这么长时间，他活该。宠物三八，你真是太有眼光了。选文姨做你老婆，绝对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那个哥，他一般说话都特别客观。我要不是憋着做宠物的女朋友，当初是绝对不可能让小老头有机会跟文姨离婚的。这孩子真是什么实话都说。哎，老板，哎，有介绍摩托车的杂志吗？有。啊，这几本啊都是。男朋友玩摩托车的吧？对啊，所以就爱屋及乌嘛。这小姑娘真聪明，男朋友我看早晚让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。那是当然的。哎，您花多少钱把它收买的啊？这一通没完没眼吹捧。嘿，这还用花钱吗？这不就是一筷子干烧鱼的事儿吗？是不是，闺女？待会儿啊，咱这样，咱回屋把门锁上，你慢慢在屋里夸我，你别在这儿夸呀。在这夸不是有人吃醋吗？哎呦，我不是吃醋啊，我是怕别人不习惯你们这架势，猛的一下给恶心着，吃不下饭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真的。宠物三爸，文姨还是我二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家小老头配不上文姨。那小老头整天就只知道出去推销他那些不着调的破话，根本就给不了文姨一个真正的家。我当初要不是因为有文姨做二妈，也早就变成一个没有家庭温暖的叛逆小孩喽。哎呦，你这话说的，你现在就是一温顺的良家孩啊。对啊，超良家。哎，琪琪啊，你文姨有多好啊，我自个儿知道。不过有一事我不明白，你刚才说你要做楚木的女朋友？对呀，以前啊，我们俩在法律上是兄妹，我就没敢多想。现在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了。
你就别想再逃出我的魔掌了。哎呦喂，你别撒疯了成吗？你这吓着人。哎，楚木啊，啊，那你前些天带了那女孩，你们俩还……我们家不是精神病院，更不是收容所。你以后能不能不把这些地外生物都带回家来呢？薛阳说什么呢？哎呀，哥，你干嘛说人薛洋啊？薛洋第一次见琪琪，他肯定会不习惯。这孩子说话就是太容易夸张，你知道？啊？他说那什么地外生物是说我呢吗？不是你说我呢？吃饭，琪琪来。不是你是谁呀？别闹了，赶紧吃。鱼。我刚才一直看你不顺眼，还没发话呢，你居然敢先冲我发起飙来了！谁地外生物？谁乱七八糟啊？我们一直说我们的话呢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又没说做你女朋友，你摆出一张跟冰窟窿一样的臭脸干嘛呀？暗恋我呀？真是一个比一个活得出脸皮。我警告你，你最好让你前任女朋友离我远一点。她如果再缠着我，我就把账全算你头上。我不会打女的，但打你，我绝不会手软。喂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你站着！我问你，你凭什么要打宠物呀？他女朋友跟你什么关系？问你该问的人去，别再缠着我。你既然不把话说清楚，就休想走出这门儿！我告诉你。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能折磨宠物以外，谁都别想动它一个手指头。小姐，不明白这里面发生什么事儿，别掺和。不行，这不明摆的事儿吗？我说你怎么不愿意来这儿呢？就是因为这冰窟窿吧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对你和文艺有敌意，他觉得你们做什么都是有目的的，都是想图他些什么，或者想故意害他的。我说你这智商也超低了点吧？编出这么一不靠谱的理由，宠物女朋友怎么着你了？就算是缠着你了，瞎自恋什么呀你？他强吻我算吗？他在学校门口拦着我的摩托车不让走算吗？强吻你怎么啦？拦着你怎么啦？不就是宠物？过来！不，我还是去。哎，哥，干嘛去？坚决不能去！真的，我跟你说。这事儿啊，早晚得解决，还不如今儿就这茬儿。哎，把它说开了，挑明了挺好。咱别跟人掺和，咱越掺和越乱。不是，你不知道，薛洋那孩子脾气，他说打真打。打吧，干嘛怕打架呀？哎，哪个男孩子小时候不打架？你年轻时候不打架啊？我告诉你哥，我还就烦那种孩子。哎，嘴上说我打你啊，然后不敢动手，没劲。我跟你说，他们哥俩就老这么绷着不是事儿。今儿没准打一架还真好了。以后还成了好兄弟了，不打不成交啊！咱俩赶紧回屋，咱关上门，万一一会儿有个盘子有个碗再飞咱俩脑袋上，真的，我跟李姐也说好了，关上门别出来。你吃饱了吗？不吃了。不吃了，咱回屋去走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丢人了，宠物！我不在，你也不用这么饥不择食，什么苍蝇都往回招吧？你先天性老年痴呆呀你！哎呀，大姐，这些事咱们私下再说，行不行？对呀。你那么招苍蝇，说明你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你甭在这摆造型装清高，你，哎呀，宠物！你实在是太给我丢人了！我骂人都骂得直不起腰板，你怎么能找那么一位垃圾当我前任呢？我以后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嘛？不行，太受刺激了，我得自己个出去愣会儿去。哎，赵文，我找他谈。
干嘛呀？一声不吭的装淑女啊？老实说，你这个状态我相当的不习惯啊。哎呀，吭两声，意思意思啊。郁闷中。你能有我郁闷吗？绿帽子也戴了，人也得罪了，两头挨骂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哎，我才是受害者，怎么就没人同情我呢？你活该！谢谢，这话你达子哥已经骂过我了，能有点新鲜的没有？你现在就应该向全世界的人宣布，我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，然后放我出去跟那个垃圾决斗。我现在找一个没人的地儿，我悄悄的自尽成吗？怎么个意思啊？我还不如那垃圾是吗？不是，你活上自尽都不愿让我做女朋友啊？不是，哎呦，你听我说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你跟那个女的比什么呀？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嘛，是不是？只不过是现在那个女的呢，她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比较大，我现在就根本没有心情去考虑女朋友这回事儿。就女朋友这仨字儿啊，我听着我脑袋都大，真的。你要不就等我处理完这事儿，我就一定好好的那什么，那什么。那什么呀？就是很认真的跟你探讨女朋友这个问题。都怪我太善良、太仁慈、太好了。算了吧，看这么可怜，要是真的把你逼死了，我也就成了未婚小寡妇了。暂且饶了你吧。想太多呢，未婚还是寡妇？别咕咕唧唧的啊，小心我家暴你。战况如何？没打起来，没劲。特失望吧？今儿等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。徐阳回屋了，也不知道那俩孩子干嘛呢，怎么一点声都没有啊？几点了？哎呦天哪，太晚了，我得赶紧让楚木送琪琪回家。哎，别让俩孩子走了，家里那么多房，就让他们住着呗。行吗？那怎么不行啊？你记住了，你现在是这家的女主人，以后这家的事儿全你说了算。那我让丽姐给他们收拾房子去。哥，俩孩子要都住这儿，可得占2间卧室啊。你这样吧，楼上那2间房以后就归他们俩了。成。